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黃平真。恁兜還佫有咧食阿母奶油嗎？油品出問題來修法，是無迄個法，還是掠伊無辦法？要安怎做才袂骹步來打岔？中央地方愛安怎分工，才會對得起咱一寡消費者？今仔日咱鬥陣來討論。來，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台大食品安全與健康研究所教授吳坤儒。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是中國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陳惠珠。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民主進步黨台中市議員林德武。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台灣民眾黨政策會副執行長徐文樂。各位鄉親時代，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繼續咱來看最新的進度，中聯油質的油驗出了致癌物超標的案件，地檢署經過了搜查，照着違反食安法，甲廠長陳明瑩申請羈押。另外嘛有苦地油驗出了苯偏比超標，不過原料並唔是甲中聯油質來進貨，這代志是安怎？還佫來釐清。熊仔頂面搭禁止出貨，落架回收。台中市政府科技處繼續進行中聯油脂的清查作業，閣再公布第三十案下游業者的名單，包含出名的米其林餐廳、梅子外海鮮餐廳，閣有國家歌劇院內底的咖啡廳。台中地檢署第二支發動第二波的搜查，甲中聯的廠長陳明瑩等3個人列作被告帶回去，也按照違反食安法，甲陳明瑩聲押。其中陳姓廠長有湮滅、偽造證據及勾串共犯證人之餘，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立法院司法委員會這時也針對出問題油這個事件調查，找法務部、甲衛福部等等的相關單位來報告。面對質疑講中聯油脂涉嫌暗崁，留的建本甲下游廠商回報的檢驗結果無同，第一時間證據若無法度完整保存，會更較歹調查。明知業者是資料不實，可是還是提供給主管機關或者是下游的業者，是否涉及刑法的登載不實之罪？有這個疑慮，或者是已經確定有了，我還在蓋牌不講。然後這樣再出貨。好，那這樣呢？我想這部分檢察官會全力來偵辦。樣本都留不住了，對不對？這就一個很大的問題嘛，等於我們留樣制度有一個好大的缺口。竟然有東西，我們連樣本都沒有，證據都沒有。對這個業者，我們要給予最嚴厲的處分。另外，針對新北市衛生局接到通報，聯經綠色科技主動通報，生產一批聯經苦地油，這個產品驗出 benzopyrene 超過標準。謝總統表示，這個案甲中聯油脂的原料完全無同款，下游業者已經以風險落架，超標的原因該進一步釐清。記者綜合報道。咱看吼，今仔日其實是行政院這個草案的版本吼，內部會家己通過，但是後手呢，是不是愛個加，甚至還有國民黨的版本、民眾黨的版本去到立法院吼，大家要來斟酌。但是，我一開始我就有一個疑問啦，咱這個法吼，真濟法攏足濟法的，攏真有辦法，但是呢，實際上。你執行的時陣是出了什麼問題？是不違法也是不良呀？這個事件到今為止，吳老師，你認為是不違法還是不良呀？還是講這個法裡面都有一寡空隙，所以呢業者就有通啊去弄，是安怎看？我想法咱這個立法委員中文攏真好啦，所以寫法律條文攏會留一寡。做登寫的所在，當然即馬造成困擾啦，即馬造成困擾，執法的時候上困擾。當然中央地方，當時我會發現地方的專做官員專業性有夠啦，專業性能力，因為較早我攏親在參與環保的一寡工作嘛，所以尤其像過去 PM2.5的時陣就希望講台中市政府環保局能做一寡 PM2.5的風險評估。經辦人員派來和我討論的人，根本來講伊讀商的啦，
這物件就較煩惱，就是講，因為這個迄個地方政府吼，又較早一寡護理啦，一寡各種背景的人吼，留佇遐，啊，伊也來做食品安全相關的工作，講還有一寡專業性啦，吼啊，所以這物件，伊當然大家愛做 routine 的，攏無問題啦，但是要拄着一寡較無共款的，伊可能。所以第一，老師你認為是人員的素質、素養愛提升？這對你若佇台北吼無問題啦，因為台北你高考吼，還是講地方特考較歹考啊，特考你若高考上好人才一定會想要留台北。坦白講吼，咱台中市吼，雖然可能德務議員會當講，咱台中市是第一個成立是安厝。對啦，係啊，當然這個物件吼，就看講伊嘅成員負責這個業務，吼，一人看專業性安怎啦，吼，所以啊，講起來我嘛有當會煩惱，就是講這人嘅專業。行政院嘅版本老師看起來，還佫有讓旁無？當然，伊攏針對這邊吼有嘅事件誒，空啊旁邊來報吼。但是其實我較早吼，佇這個含有毒的米粉發生代誌的時陣吼，佇可能2013年嘛吼，迄個順丁矽硫酸吼，有毒的米粉吼，迄陣過幾冬了後吼，我有請我的研究生甲這當做一個主題去做研究，就是講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對食品安全的影響啦。啊，但是我就去佇台北吼，北部吼請學生去收一寡樣品，等來檢查，等來分析。發現講，袂歹呢，幾冬了後吼，狀況袂歹，袂歹，就是講驗起來的結果吼，真正差不多攏無問，無啥問題呢。哈，係，所以我就感覺講，重大事件吼，可能只係頭家廠商啊，恁個咧審，嘿，受到教訓吼，啊，所以較謹慎這項代誌。啊，安尼罰3000萬，夠無效？就是講啊，這屆罰3000萬，這屆罰啥物人3000萬？這講我講。上即擺修法啦，即擺修法，啊，這就較麻煩吼，就是講，我是感覺會當愈當愈好啦，吼，尤其像這，嘿，會當看着。我想講，伊的本錢攏足粗的，那3000萬，罰1億6、7千萬，都感覺是咱省的啊，啊，3000萬對咱無算啥咧，對吧？吼，咱講1億6、7千萬。老師，安尼我建議者，第一是地方的執行的人員素養啊提升。對。第二，可能這罰金要幼兒管，幼兒管吼啊，因為像這邊啊，但是第三方的這個驗證，你認為呢？驗證吼，唔是講檢調實驗室啦，伊實驗室是檢查咧分析嘅，但是樣品是啥物人送的較重要啦。對啊，我想講，伊我遮好着啊，伊要送無愛送，他咱會知。無啦，我咧頂一遍咱嘛甲你問過，我毋知甲你問過，你也是食品工廠還是食品店的頭家啦，你啊廠裡內底，你知影我一批食品是有污染的，另外一批是無污染的，啊叫你送樣品去用檢驗，有啦，你有甲我問啦，嘿，啊你要送對象，我答袂出來，對啦，我嘛答袂出來，我嘛未答袂出來是歹勢講啦，我毋是頭家人，我毋敢講，講了頭家人甲我毋是，哦，啊對，這是挑戰人的人性嘛，對無？你啊，那像這機制要安怎來監督伊？就是講你敢會送迄個無毒的？無啦，啊，都你多數的頭家搞不好攏是愛送，所以遐檢驗公司哦，為了避免負責的責任吼，伊這個報告內底就寫講，我檢驗的報告敢代表廠商送來樣品爾啦，我無就甲你，我一個樣品賺你無幾百塊，我不可能檢驗的個頭咯。保證你廠內樣品食品攏是安全的咧。我你聽起來還佫這個芳，還佫無法度報。無得報，所以我就感覺講，一定愛啊做無定期的吼，入去廠內啊做抽查，嘿愛抽查。安尼吼，我剛才過去剛才聽到道德製藥，啊，即擺還道德製油哦。無啦，不止道德製啦，道德製所有的食品啦。無多，因為即擺油。發生這項代志，這麼嚴重，啊，所以這廠商會無問題，較守法。啊，其他的食品咧，咱嘛毋知影什麼時陣會擱發生啊，對吧？你看，即擺這道法安尼收，咱無法度預料講，未來袂擱發生啊。這我也是愛一條一條來看哈，經濟員哈，
因為這擺伊講吼，現行的這部分的使用油價吼，每半年至少要自主驗證，啊，這攏要靠個人的道德良心嘛，來送去。你認為這要安怎來改變這個情形，還是講互因會當這段啦？因為我創較好，你無送來嘛無法度啊，是不是安尼？我覺得未來的修法，第一個就是說重點的項目要指定，比如說你每3個月一定要驗一次，相關驗出來的結果要主動送相關單位。我們現在就是說你自主檢驗，檢驗完了以後你發現有問題你就去通報，但是我們目前的法令並沒有說你多少時間內要通報。所以這次就發生，就是他拖了2、3個月才通報，4月到6月，他們做的這個30批的油裡面出了問題，就是中聯賣給南橋，南橋呢去檢驗之後出來發現有問題，他就不相信，他又再去檢驗，再檢驗一遍還是有問題，所以他在6月呢就由南橋公司通報這個中聯食品公司，中聯食品才往這個衛福部報，所以就從6月開始，6月30號有這個食藥署知道這個事情，但他這批油呢是從今年的4月到6月，總共做了30批，其中有一批現在已經賣到南韓去了。那個有沒有問題還不知道，這個引起可能跨國際的糾紛哈，所以從這裡就知道，目前針對這些油品叫他自主檢驗，他可能不見得會檢驗。那檢驗完了，他發現他有問題，沒有良心的，不可行，他也不通報，那你要安怎？那所以将來就要罰。第一個就是說，你24小時內，你檢驗完了以後，你發現有問題，你不能拖了2、3個月才通報，你24小時之內就要通報政府機關。我那狸貓話太重了。那當然罰得更重了。我覺得基本上大部分有品牌的石油公司，他都希望永續經營。極少數沒有良心的才想說我騙人做這個黑心商人，很多呢他也希望永續經營。他發生了問題之後，我覺得到底是什麼問題？像這次中聯的油品到底發生什麼問題？現在還沒有查出來。這家公司是1995年就成立，到現在有31年，他做這個大豆沙撈油也做了很久了，所以我也不認為他就是要做黑心商人，要害人家。他这批油，這個中聯油質其實是3間的公司聯合，每人出33.3%的百分比，共同成立這家公司。那這家公司聽說後來又換股東，那股東他採取的一些這個經營策略，可能就會有一些漏洞。所以今天第一個就是這件事情，它的污染來源是什麼？我們政府要趕快查出來。因這頂的油都有這個公司的關係呢？是這樣子，它是有3家福壽、福茂，還有南橋公司，每一家出資占股份33.3%，成立這家中油公司。囝都唔敢講啊。然後這家公司呢，這家公司它已經有我剛剛講31週年，所以我覺得說，我不認為，坦白講，我不認為說這家公司就是黑心公司，它就做一批油要害死我們國人，我不認為是這樣但是這批油就是今年的4月到6月這30批油出了問題，先要去查它發生什麼問題，將來才可以防範這個因素，繼續做油的時候做好油，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說，類似這樣的事件，我們政府從中央到地方都要檢討。比如說地方上，過去大家有講說，台中啊，或很多地方沒有驗這個苯酃比，那將來是不是就要把苯酃比的抽驗列為各地方政府必查項目？這些我們就要去定規範。我老實講，這苯酃比有當親像一張紙拄入去，就知影講這個有毒，無啦，這真麻煩啦，它有很多因素造成的，所以那造成了以後就是要去抽查，它超標的話，這批油就趕快地方的這個政府呢就要去防止它不能去賣。這中聯這擺應該0.5%，放寬至5%啦。這黃豆的這利潤率啊，就是講賣的不要緊。5%可以當接受啦，制定佫無依照關節點來執行，這根本就是管理疏忽，甲這個專業判斷錯誤，佫甲
降低成本有關哦。我即來問吼，咱的即個林議員吼，這代志就是應該來講是台中市政府的主管。那麼你認為這是地方政府的失職，還是講地方政府因為無這個法強制成功，伊愛做啥物做啥物，所以袂當講總算做台中市政府，因為咱台中市政府還佫有食安處呢，你安怎看？主持人吼，我想我就兩場這個同款，攏是有咱上游煉油廠的這個地方政府，一個是台南市，一個是高雄市。好這是經過咱將近3禮拜，咱的這個問題有發生之後，咱台南市政府、甲高雄市政府因提出來，針對因佇因市內底這個台糖甲大統益這個煉油這個廠，他們去進行的油廠抽驗而且針對這個本評比，因為這個查驗次數。好這是高雄甲台南市政府作為主管機關應做出來的。幾擺？咱即擺吼回頭去講幾擺吼，一個講伊有進場6次抽驗18件，一個講伊有抽驗19次抽驗油品40件。我想今日咱唔是要討論這個數字，我是要大家講，這兩張圖卡是高雄市政府甲台南市政府做出來，針對因轄內的這個油廠。問題是，咱台中市政府針對這個中聯油到底安怎做？其實這個圖卡我找無，包括伫衛生局、伫食安處，他們並沒有針對這個去做一個強有力的一個說法。為什麼？因為沒有辦法拿出跟高雄、台南同款這個強度。當然，你過去這幾年有安尼做，無安尼做，但這屆這個問題油是不是有直接的關係？不一定，因為這每一個年度、每一個產品、每一個批號都無同。但是地方政府對這個所在地上級上游的這個煉油廠稽查的強度，就可以看出這一個地方政府對於他的職責有沒有用心嘛？議員，在你的看法是，其實法令上有強制性的規定，還是講無？即看個人市政府執行有要做無愛做？因為以中聯油脂來講吼，咱來看到的吼，咱若打伊這個調公文，伊唯一一屆是2024配合咱食藥署做這個油品的這個抽驗伊其實過去規屆你講今日這個台中市的副市長講無公平啦，你袂當講啥物，阮攏無去查中聯油，阮中聯油有查很多次，確實有啊，每一屆攏有啊。有包括這個GHP 的這個食品安全衛生規範的這個落實的這個稽查嘛，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是，看到是講這個油品抽驗，其實這個食安法第41條、41條有規定，地方政府直轄市到縣市政府是這個主管機關，它可以進場，所以你有這個稽查的這個工具，你有做但無做，就是差佇遮嘛。我要講的是講。政府稽查的強度，如果你有夠，業者伊就唔加馬虎啦。打算咱陳議員講，他不認為是黑心的這個廠商。那歹勢我嘛就問者，如果廠商伊唔是黑心的，那敢講政府會黑心的，會希望講民眾去食這寡油？我想攏無人願意去做這寡代志。但是如果你政府稽查的強度，互咱的這個業者會感覺講包括下陣主持人講的咱即馬我唔是這個食品科學的本科，但是咱看到講熱筍豆的這個熱筍率，它可以接受從0.5% 到5%，這樣子相差的這個熱筍豆可以在它整個自由的過程裡面去做使用。那到底這個規範是以製程這個廠區伊家己伊會當自主訂定，還是講這愛上報伊的主管機關，還是上報地方或者是食藥署？我想這個規範，我們就事論事，應該要拿出來檢討的是這裡。那我今日我要講的就是講，當然我作為台中市市議員，我監督台中市政府衛生局、食安處有落實，還是講伊的強度無夠，那麼是就事論事嘛。如果你今日台中市衛生局，你的強度你得
高雄、台南趕快針對同樣的，我們要講同一個比較基礎嘛。你趕快是上游的這個煉油廠，你同樣有這樣子的強度，那今天發生了這個錯，那確實就是廠商他的失職、失能，或者是他任何的這個產程、製程的改變而去變成的嘛。你政府等於政府，你得當講，我都做到我該做的。當然啦，伊會講啊，政府即賣規範無叫我做多啊，偏偏是安尼。無叫你做啊多，人是讓其他兩個縣市伊會當自己加強這一個稽查的強度嘛，所以我想這應該是真清楚啦。哦，咱跟你講，過去有去稽查，是不是就代表這一次的食品安全的問題不會發生？我覺得這不必然。但是如果強度夠，業者不會心存僥倖，業者應該會更謹慎的去處理每一個製程的環節。我的認為是這樣子。議員吼，你他所講的吼，我要來請教咱的副建長吼，這是國民黨的版本，我唔知影民眾黨有要提出民眾黨的版本吼。這第二點，供應鏈核心一點業者提高管理強度，包括專項污染檢驗、第三方稽核啊，完整制定的記錄，即時流向的申報，哦，這幾項。那麼對這擺事件來看，這可能過去攏做啦無夠落實啦。我唔敢講這法令無寫，吼，大家吳老師也講，大家文字的能力攏真懸啦，吼，所以攏寫甲吼真藝術啊。啊，這擺有寫，咱民眾黨的立場。第一吼，這代志當然非常嚴重，所以修法，阮一定會提出阮的版本，吼。啊，而且為了要修法，阮嘛攏有請教一寡專家學者，啊嘛有，所以即馬啊第二就是講回答這個問題，就是講供應鏈要安怎來 check， 哦，這確實講吼，第一咱愛知影，即馬的一寡化工也好，哦，啊講足儕個環節吼，足有的，嘛足專業的。你若講逐項攏要做甲吼完全的檢驗吼，可能你莫講。企業的成本啦，吼，包括國家來做，吼，可能專業有夠無，吼，啊，對得到迄產業變化無，這攏是真，吼，真有困難的代誌。所以這到底要安怎處理？吼，第一，修法把它更完備化，我是完全贊成的，吼。第二，用重罰的方式，吼，互伊唔敢，吼。你若講一般民眾，吼，莫講攏一直罰啊。但是咧，對較有力量的這種企業法人，你當然會使用較強烈的這監督的這方式。但是咧，較多講就講你實際執行啊，確實無法度執行的時候，你變做一種宣示性的修法。啊，若是較多林議員啊講啊，吳老師也講，地方政府當然是無夠能力，原本無夠能力去稽查，啊無迄個。能量起來做檢驗啊，攏愛第三啊，這邊啊解決啦。我舉一個例啦吼，我之前嘛有請教一寡專家學者，我相信吳老師應該嘛差不多認同這種觀點。咱有法度檢驗的人員有偌濟？這個領域這個科系出來人力有偌濟？啊，而且這個人的就業，足濟攏互相關食品行業的人請去啊。你正經要用第三方認證的時候，這種的人力資源，這種高階檢驗的人力資源夠有夠？啊，這邊啊解決。好，啊好啦，啊過來就是，如果說啊，大行攏愛叫引進國外吼，委託國外認證機構，咱迄個成本嘛足懸的，啊麻煩不計其啊。所以你若正經要做吼，某一種做法，就是講我會使基於信任的方式，我信任你，我不會做。在個過程當中，我袂安尼雞毛蒜皮攏甲你計較，但是出代志我就要互你倒，用這種法的方式。我基於信任，平常我不會對你怎麼樣，但是你若一出一個大代志，我一定要互你倒。人嘛要抓，吼，負責人愛抓伊關，啊，罰金啊罰到你會痛會倒的這個程度，這嘛是一種思考的方向。我毋是講阮一定會安尼做，就是講這確實要。考慮到講現實務實性的時陣吼，你都要考慮到無共款的這個處理方式啦。
哦，所以咱民眾都有咧考慮講，唔拿罰到重，你若一擺掉掉，我就互你倒，互你關門。這是一個思考的方向，但是這要落去吼，確實講啦，這嘛是要考慮真濟啦。我是提一個思考的方向啦。安尼就來請教吳老師吼，像這種 BAP 吼，這種物件，敢有迄落，唔是我故意的，嘛唔是我挑工的，啊，就是失角擦，啊，小可超較標準啊爾，啊，你就要互我關門，敢有這種代誌會發生？因為這看起來對0.5%變成5%，這是挑工兼故意啊。無啦，這吼，就是講像 BAP 這吼，反正世界先進國家吼，發生這種食品安全的事件，迄公司攏差不多倒去啊啦，攏差不多倒去。攏倒去啊！哇，這三間的真正幸運哦。無啦，啊台灣都，嘿，你看人較早發生噴油的公司，即擺個。所以咱台灣最上水的風景就是善良的人。係啦，你看人個鼓勵伊去成立啊，這職業棒球隊嘛吼。對吧？吼，對，啊，這噴油的迄個公司嘛，吼，對吧？啊，所以這個物件其實，但是我知影立法院歹過啦，立法院歹過啦。這種啊，這邊法院的當吼，可能這種法歹過，會歹通過啦，吼。無實際。唔是啦，人的關係啦。哦，老師，安尼你講我聽有。你聽有得，係人的關係。啊，但是若是要安怎做較密的，尤其這國民黨頒布呢。供應鏈核心疾病，吼，業者要提高管理的強度，專項污染的檢驗。咱頭講啊，第三項的。我跟你講吼，像這項，伊這個油的0.5%加啊這5%，這個啊這損失的代誌吼，其實咱啊這國家標準，但係這個國家標準內底是無法律上的效率啦，吼啊，咱的國家標準是。參考美國的標準，你會當用你做油的加1%爾，未使超過1%，0.5%的熱損失，吼，會當用你做油，其他未使，吼啊，其他種3%，大主大意咯，3%差不多屬於工業級的，但咱台灣佇這食品安全管理法、衛生管理法內底，無限制講你要做油，會當用食品級的原料。咱無這個法，吼，所以廠商會當黑白用，伊要歡喜就好，伊就感覺省成本伊用，吼，所以會當用個5%。但另外一點就是講5%交 BAP 的污染有關係無？不一定有關係啊，並且100粒內底有。所以咱袂當個冤枉哦。吼，就是講唔是袂冤枉，第一伊袂使用這種粗，還是講無合人食用的這種原料來做食品嘛，對無？這就無合理啊嘛。過來就是講，當然咱看一遍 BAP 的污染是毋是跟這個熱損失有關係？因為你100粒5粒嘛，5粒你加油脂，因為你比例係比例，啊個你會受到熱吼啊歹去啊，你種會炸出來油吼，可能無油啊啦。吼，所以講污染的真正會造成偌嚴重，這嘛可疑啦。這佇脫色的過程吼，可能就讓它堵掉了。哦，啊這是廠商。因為拄我講的，前委員講，伊議員講就講，伊1997年開始生產嘛。1995。1995成立公司，1997投產。啊哈。嘿，1995，好，但是我們前20年都沒有標準啊，所以伊都唔免管這項代誌。所以咱唔知食偌濟去。對啦，啊，所以大概伊2008年出來，這個標準出來的時陣，公開的講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這個標準，台中市政府有了解無啦？啊，照你講，咱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2之1條2之1條有規定，我每一個縣市政府攏愛開一個食安會議啦。這縣市首長來協調各局處的工作嘛，安尼嘛。你還這個食品安全處吼，伊也有發現這個標準，伊一定會想講，較早油廠，咱咧管的油廠，較早無這個標準。啊，即馬先增加這個標準，伊是毋愛提出來討論。老師，啊，到這每一個人都像你安尼發所以這個專業的問題嘛。啊，你的學生攏佇倒位？哈，無啦。啊，做我有佇食品安全衛生研究所、健康研究所啊，環境職業健康研究所。老師，你嘛加教幾個學生出來？無啦，啊，
我即馬都退休啊，所以即馬嘛袂使收學生啊啦。啊，過來就是講，嘿，阮啊，這環境甲職業衛生研究所學生較濟，攏去考技廠啊，攏去考技廠啊。較濟啦，哦，所以這是社會現實嘛。對啦，因為食品界吼待遇無介好啦。哦，這是安尼啦吼。但是老師，這咱要講到第三方的考察吼，第三方的機要甲你考察，愛實驗室，愛獨立的，袂使是資方，嘛袂使是啥物方，就是第三方。對，這夠有實際。無啦，這佇食品管理內底本來就分三級嘛，一級是廠商家己管理，第二級就是要有獨立第三方做幫助做驗證管理嘛，吼，這是第二級。第三級開始，吼，你看到講市政府去抽樣啦，還是吼啊，做咱食品藥物管理署去市面上抽樣來檢驗，這是第三級。但咱台灣第二級做了無好，還是講欠啦，吼，所以其實愛。啊，做改善的是改善第二級，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嘛，從邀請去參加第二級的管理的工課嘛，伊就講伊做失望的啦。安怎失望？啊，就咱即馬食品藥物管理署委託的單位，攏是做交食品業務做好的關係啦。有四個哪講我就卡車片就拎起來。嘿，哦，有四個單位啦，嘿。哦。係，像講新竹的食品工業研究所。哇，這老師大爆料呢！嘿，這專門攏服務食品業的嘛，吼，對吧？啊，嘿，安尼嘛，啊，攏為咗這種物件，去要甲監督食品業啦。哦，倒手管正手啊，倒正手管倒手。我唔敢安尼講啦，就是講到底因這個單位我著發揮效力無？吼。啊，這個生態是因為人少。這就是人少其實就會輸啦，就是講咱傳統咱的行政單位攏做保守啦。歹勢以後一個計劃出來，我看着講，這我的專長，我計個標，我標袂到呢。他們講是安尼呢，啊人因本來因遐老師較標會到呢。你砸人的路啦。啊，這咱標袂到啦，哦，咱標袂到，嘿，啊，所以這種愛有啊，就是講像我這較強調科學的吼，袂找我啦，嘿，啊，所以還好，我是講吼，像我。做教授吼，做一人落去接環保署各單位、行政單位的計劃，我攏做安尼去接的，我做安尼講標這種計劃啦。所以咱會當望講，這個修法修了後，啊，這道德製油、道德製品啊，大家安尼完善一般安尼。我不敢講吼，但是第一個行政單位愛先改善嘛，因為行政單位吼，大家經辦人員還是科長攏找伊個老師啦，伊個同學啊。來做委員做啥安尼嘛吼，這愛改變。我想咱也無一個公開獨立吼，較有互民眾會當監督的機制出來吼，這物件無得改變啦。哦，安尼，卡車片又拎起來。對，吼，這一單攏是啊，差不多咱行政單位差不多攏是安尼啦。來，警員吼，我看這國民黨的版本吼，最高的行政法院吼。現行2億嘛，吼，即馬提高到10億，咁有法度好倒。我覺得發生問題的食品廠，哈，我們要讓它改善，目的不是要讓它倒，好，因為我覺得說，如果說有一家食品工廠發生問題，政府就用各種手段讓它倒，那一家要出問題就讓它倒，我覺得這個方式不是最好的方式，哈。我覺得說，食品呢。傳統產業跟大眾相關的，它呢每一個環節都要去，就像剛剛教授講的，都要去這個符合。第一個，你第一線的衛生稽查人員，你要去稽查，而且你要盡責去稽查。像這一次大家講到這個台中市哈，台中市當然這次面臨這個風口浪尖，被大家指責。那他們說，過去中央給他們的指令，叫他們去查重金屬跟不飽和脂肪酸，中央並沒有專案叫他們去查苯酃比，所以他沒有查。那當然大家也說，那你沒有查，可是為什麼其他縣市有查？所以這就變成台中市政府這一次被大家指責的一個項目哈。所以第一個就是基層你的稽查人員要去查，但是食品牽涉到非常多的問題哈，像最近有什麼那個催粉的甲醛吶等等哈，他要查的項目非常多。第
地方政府重點要查哪些？這個部分將來可能我覺得要有一個規範。第二就是說，你查到這些東西，你要去找第三方，第三方他要有實驗室，他有檢驗人員。那像剛剛教授講的這些實驗室跟檢驗人員，哈，第一個現在台灣比較少，第二可能這些人都跟這些食品廠有關係，好，那會不會有一些這個雖然是第三方，但是也不夠公正的？那這些部分也是我們要去考量的。我舉簡單的例子，我們常常政府有很多項目，比如說委託建築工會啊，還是委託會計師啊去查，但是它裡面還是不是完全就沒有問題。所以我覺得這次事件給我們大家一個反省，我們來修法，但是修法之後是不是所有問題都解決？比方說，好，我們從2億罰到10億，好，那我覺得很可能就是他根本出不起那個10億的錢，他就倒了。可是他也出不起那個10億的錢，你政府也收不到那個罰金，這是我們要的目的嗎？本錢就錯的啦。所以我覺得說，可能大公司它的這個本錢厚，那小公司小的食品廠它也發生了問題，那你按照這個法也罰他10億，我都不反對。假設法通過是罰10億，那就罰10億，可他根本就繳不出來，然後就倒閉了。倒閉了，後面一拖拉庫的問題，包括賠償的問題，包括各式各樣善後的問題，還是政府要去處理。所以我覺得說這件事情讓我們大家反省，現有的法規該修的、該補洞的補洞，但是呢，實際上的執行上也要去做一些考量。再回到我們這個部分，中聯公司它現在被罰了一個高額的罰金，就是它通報的部分罰了1億多，然後它相關人員也被依法糾辦。那它後面賠償還有很多的問題哦，包括它銷了南韓的這批，可能都要跨國人家會來跟他求償啊。所以我覺得說，我們發現這個問題之後，大家應該要冷靜的坐下來，找像教授這樣的專家，我們如何把這個法令修好，然後地方的執法的人員，中央的責任、地方的責任、地方執法的人員跟經費，這所有的問題，我們都要通盤去考量，提出一個合法合理的最好的解決方案。說發生了問題的公司，我就讓它倒，我也不反對。但這樣可以解決未來的食安問題嗎？我也不認為。來，我來問請教咱林議員哦，這10億是一個話題啦，但是這擺還佫產生一個問題，就是講大家知影這個代志發生，因恐慌講，這擺市面上還佫有無？一擺兩擺這個預防上後尾這個預防性的落價，這個落價要安怎落價？什麼標準？我看到這個行政院的版本吼，加國民黨的版本內面有寫講，強制這明確的預防性的落價法源吼，不管你是你的內面添的這個比例偌濟，攏必須要馬上落價。這是國民黨的版本吼。咱行政院的版本，咱是安怎看？而且對這擺的事件來看，地方政府有這個法源的依據嗎？要創什麼代志？好，那這個問題有吼這個分2個部分啦吼。如果咱的廠商包括伊的製程，還是伊的自主這個檢驗，包括政府的稽核這邊攏做好，咱就無後壁。這個問題產生然後要全面下架還是預防下架嘛？所以真的是源頭管理、製程管理，還有咱異常管理，這3項我感覺這個行政院版這個部分，這3個有寫得真清楚，就是講咱這個問題愛大家先列出來。那至於講，咱今日咱討論的是這個是食用油苯偏比也超標，下一次會不會又有另外一個項目又產生出來？我想這。大家攏嘛是真驚嚇，但是咱這個問題就是講，好以我個人來看，食藥署第一時間對下架不下架、預防性下架的範圍，是不是無法度讓民眾有信心？你小可丟毒。你來講，從我的角度，我嘛感覺講這是不對的嘛。你應該要有一個清楚的一個說明。那哪怕是你一開始，你到底所謂的這個20%的標準是什麼意思？伊就講就稀釋5倍。稀釋5倍的可能就是會使。這種物件有時候我要講的就講，頭先因為咱今日這個節目，這個節目真有意義，就是講咱今日請到咱的吳教授老師，伊是咱的食品
安全的這個權威，他非常清楚整個包括在這一個產業鏈它的一個共生結構嘛。所以大家我感覺要思考的就是講，咱要安怎在產業界，還是講咱在這個第三方的這個檢驗的這個部分，還是講咱部分人員已經進到了我們的這個衛政或者是說我們的行政體系，他們通常都是會有一個人脈或者是在這一個產學上的一個連結。咱上驚的就是講，其實你不管是你這個政府是分層負責的啦，第一線稽查人員很辛苦，這樣那種清冊，第一線要去檢查，要去抽驗啥。問題是做決策的那個中階的這個官員，他們在這一個稽查項目，如果法有規範，那當然我們要照法走。如果法是寫得，或者是沒有明白的寫出來說，我一定要做什麼，好，這個時陣的有一寡空間，就是講，他陣吳老師，當然講了，咱這更加清楚講，這個中間都會有一個會產生問題的一個漏洞的發生啦。我們不敢講每一件事情都會這樣子。好，咱今麥就是講，他說主持人有講，到底下架要安怎下架？這今日不是咱佇遮畫巴拉肯講一定啊，20%，50%，我覺得很難這樣子講了哈。那的完全的講，如果大家對預防性下架有共識，那我們標準就是把它建立嘛。好，那不要說遇到的事情才用當下的狀況去做一個判讀。好，那按呢預防性下架的標準走出來，那廠商往上游回推，因在怎樣講？你只要出了一點點小問題，你就要下架。那包括後續的賠償，是你業者你要負擔，還是你政府機關上，這種攏要來小清楚。我們沒有辦法每一件事情都在現在把它預判，但是一個基礎的原則要做出來啦。哦，我的感覺是安尼啦。那如果食品安全，中央是打規範檢驗的標準來定出來，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愛做的工作，地方政府有稽查嘛。現在也講到一個重點，就是說41條本來是地方政府得進行下面4項，這個那個得，他也要把它改成應。哦，當然這就是老師講的啊，咱的立法委員大家攏真有迄個得跟應，這個法界大家都清楚。但是至少我們這是慘痛的一個教訓嘛。哦，這一次的這一個我們學到的是說，那地方政府我們就寫清楚，應執行項目，不要再說哦，你有叫我做我再做，你沒叫我做我就不做。我現在就寫清楚，地方政府應執行這一些，包括進場、包括查核、包括抽驗，這個都應該明確嘛。是，副議長吼，咱民眾黨是得還是應？吼，這是咱民眾黨的版本，咱期待講要做啥物吼。但是我有看到講吼，這個有保護吼，分 BBI， 吼，這你會甲囥入去嗎？哦，我報告一下，其實進前阮的黨主席黃國昌吼，伊進前就推迄公益揭弊保護者吼，都已經有啊。所以這個精神、這個原則絕對是贊成，但是是不是有必要講獨立一個條文，放佇咧食安法內底？原來迄個揭弊保護法是不是會使 cover？ 這阮個會 check 一下吼，這是第一項。第二項吼，我有補充一個問題啦，像較早吳教授有講到講吼，食品工業研究所迄機構嘛吼，其實足濟吼，民國60年代、50年代成立足濟，包括工研院遮吼，因本身這個機構本身成立唔是要監察的，唔是咧監督的，伊是咧輔導的。伊是其實是所有中小企業的 R&D 的機構啦，所以因要講要互因轉型要做監察，這可能愛個調整才有可能吼。這第一項補充。第二就是講吼，其實這個代誌自頭到尾今嘛吼，其實有一些問題還沒有基本釐清，來源的問題，到底是豆仔的問題吼，還是講個製程的問題？製程是足濟款的吼，即馬講出來就是講。伊甲一寡熱損倒提給放大嘛，但是吳老師較早有講，這可能是事實，但是呢，它是不是真正的成因，無法度確定哦。
你是不是有其他的，包括你講你要吸附一寡雜質，你的添加物是不是有這個問題？其實這攏還未釐清的哦。啊，所以這部分可能佫要加強哦。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愛去做吼。啊，第二就是講吼，稽查的部分啦吼。其實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除非是司法單位，我一定要給你當作犯罪來調查。我的時陣我就強入去，不用事先通報，不用預告，我就直接入去，你才會看得到現場啦。啊，咱的衛生單位、食品單位，你也要去工廠要看，是不是愛先打電話，是不是愛公文？啊，你正經工廠是不是攏傳好啊？互你檢查啊？你該看也看袂到。吼，這就是咱公權力授權有夠無夠問題。吼，上尾就是講，其實你看中央啊、地方吼，因攏有食安的會議啊，定期、不定期的會議。啊，攏有記錄，但是記錄可能啊無夠清楚，是毋是一寡專家的意見會使佫充分呈現吼？啊，看官方伊的最後結論，甲專家的建議中有落差無？你要就責的時陣，你才有法度就責。我剛剛講，我是衛生局的局長，專家甲講，免查，啊，但出代志的時陣，我局長的責任就較低嘛，因為我是照專家的意見。啊，這專家都要負起專業責任，上無愛負起專業責任嘛吼。你若講專家就甲你講愛查，我局長講歹辦講免查，啊出代志你局長就愛出，就愛擔。吼，所以這會議記錄吼，會當盡量以逐字稿的方式來呈現，因為即馬攏講資訊公開啊。副局長，因為即擺修法內面吼，啊，有一個字啊，叫做突襲，吼，我政府會當突襲。突然間來給你開閘，吼，啊，這個突襲吼，你認為有效啊無效？如果真的能做到突襲，當然我感覺警惕效果會提高。但是法律上吼，哎，還有很多東西要修，才能達到真正公權力可以突襲啦。不，你萬一愛鬼，愛授權。對不起，我講一下突襲哈。其實地方的食安，就是說我們衛生局的食安人員就是幾十個。以台北市來講，幾十個，可是食材要查的項目非常多，他們通常都會排定作業時間，就是我去查些什麼什麼。你說真的要去突襲，他除非發生重大事件，一頭白，啊去突襲嗎？那根本賽，因為項目實在太多了，以這個食物來講，所以你完全不贊成。不是，事實上你去突襲哈。不見得能說我每一次都會抓到小偷啦，啊，抓到問題。你覺得安尼較有效果啊？較唔敢我贊成突襲，但是哈，這個跟我們警察去查那個夜店啊，用突襲那個不太一樣，就是說。林業，因為警察也。我問咱台中市，就是你這個食品專業人員，他要去查什麼？他事先要做準備，他去抽驗回來，他還要去化驗。哦，突襲當然是可以的，但我不認為說用突襲的方法可以管好所有的食品的安全。我問一下咱林議員，你有贊成講突襲？其實好像主持人會講到警察的這個邏輯，我大概清楚就是講，咱若增加見警率，好像在特定的這一個。治安熱區或者是一個治安事件，就會稍稍的得到一些控制。那剛剛那個秦議員講的，其實也有他的一個道理啦。那我認為說，不管是突襲也好，或者是我們增加它的明定它的項目，還有它的頻率，如果這些東西都規範好，我就是一年要帶你查3屆，還是一年要帶你查6屆，這個密度來排好定，咱嘛唔驚講有突襲，有突襲。因為就是我們就是這樣子的項目，我們就是定期要來做嘛，所以我覺得能不能突襲，這個是有它技術面，包括人力上的安排。但是我覺得我們就是明確這個項目，我就是標準的在哪，那我不是講靠你自主的呢，我會增加我的頻率，包括我稽查的強度。那我想按呢才有。講是講嚇阻啦，其實我是剛剛講，讓他有外部的這一個監督跟壓力，然後甚至是入法的這一個規範吼，咱的食品安全，因為你不可能靠政府機關內底公務人員去負擔咱整個食品安全。係啊，你嘛是愛回到登去講業者，伊喺做，不管是做任何的產品，伊愛除了當然啦，伊是業者嘛，在商言商，一定為伊的利潤，一定愛趁錢，但是趁錢的過程內底。
咱愛把這掛規範做好，啊，咱食品安全的規範哦，包括中央食藥署應該採取多方的這個討論之後，如果我們台灣是要採取最嚴的標準，那我們最嚴的標準，咱要安怎落實？啊，廠商因為我都做到無，廠商有法度去做到這，啊，我都符合到咱啊這個衛生機關啊，就去稽查的頻率，佮加咱第三方查驗的這個能量。我感覺這攏愛來討論啦，因為咱今日節目是一個真正向，希望講這個食品安全會當提升，所以咱來回應到講制度面的問題。是，吳老師，這特色有意義嗎？如果那親像他林議員所講，你就甲每一個點攏做好來，你安怎做安怎做，這個標準啊，我一年就定期，我就唔驚你安怎，啊是安尼嗎？還是講無啦，啊，甲你當作吼？你這個叫做治安熱區，我就話不時來給你檢一下，你才會驚，你才袂僥倖，安怎想？對講吼，咱即馬佇政府單位吼、行政單位啊做要去調啊做迄個稽查的人吼，人員做有限啦。嘿，啊並且吼，我若想捌講過，就是講啊，我都有一個博士班的學生。伊讀博士班2檔，感覺讀冊無聊，無迄個，啊，伊就講要考高考，啊，高考真好考着，啊，佇大安區的健康中心佇咧做稽查人員，做啊未2檔，甲講老師，我要倒來讀冊，啊，足忝的，哦，啊，人員無夠啊，所以你講要便宜增加偌濟，攏無可能，啊做，所以你用做抽查的迄個突襲的結果咧。有好處的吼，廠商有警覺，伊愛家己有這個感，迄個警覺就是講哦，愛好啊做，無人敷衍干的啦。我講一個較無需要，比如講老師，你帶隊欽差大神，吼，啊來定，這我甲你講，我這3個月內面吼，我會去某一個所在，但我無甲恁講，啊我來去檢查。但當然也有法院的意見。對，會使袂？我想即個有機會啊，啊主要就是講第一。去抽查的人愛有這個公權力，無廠商會無效嘅。當然嘛，吼，愛安尼，啊，伊要去抽查的時陣吼，愛專業水準嘛，啊，愛好好準備，因為你要去了解這個界定是安怎，像我這邊有，伊這是啊做類似化工廠的界定嘛，所以伊這個每一個階段的出口攏有抽樣口，哦，啊，你去的時陣你就知影講要對抽樣，哦，啊，嘛袂講去影響伊生產，哦，安尼其實對業者無什麼影響。啊！所以你要出門以前，要人抽的抽，要去抽樣的時陣，你就愛準備好，要抽啥？這個界定是安怎？吼，你愛規劃好，準備好，較出門啦。你毋去到遐，吼，啊，較臨時講要去找抽，要去對抽，安尼吼效果無好啦。而且你帶回來的樣本還要化驗嘛，你不是到那個場所一看到就抓到了。哎，當然啦，那老師帶隊是 OK 嘛。好啦，伊這即馬像。拄我講的，就是講像2024年吼，啊做食品業務管理署執行一個油的專案去調查，啊所以迄邊台中市講有入去啦，吼有入又去中聯調查一屆嘛，吼，就是一屆嘛，啊入去但是要檢驗啥，因那像應該樣品交互食品業務管理署送互認證的公司去分析的啦，安尼嘛，所以像安尼做吼，你抽樣了。上有認證的公司去分析，其實就還好啦。哦啊，但是主要真正，咱要做好食品安全吼啊，人力真正係最大的問題。所以伫美國吼，食品業務因為食品業務管理署呢是安怎做？廠商納錢、繳錢，啊，聯邦政府去請人，用這個錢來請人來做調查。啊嘛愛有得請啊？有啦，我相信。要請有啦，因為咱全國其實食品科學的科系嘛袂少，啊，佮即馬有6、7，這人無夠是錢的問題。錢的問題，甲咱因為咱碰是咱的，這儕人攏要講政府愛愈小愈好嘛吼，啊，其實人民是希望服務愈好，愈濟愈好啦。除了錢，還有編制啦。以我們台北市，比如衛生稽查人員，中央給你幾個名額。哎，你不能說我一下子我增加10個名額，中央說不可以，我就給你50個名額。我呢，咱台中市政府咱特別有食安處呢，咱偏濟嘛不少咯，是不是？但是稽查人員的員額還是有控管的啦。